川普敢若4当尔吼，所以伊的时间比别人较短。搁较短。所以伊敢会在做4当尔，所以伊较有急迫感。伊急迫感就是讲，安尼就叫看破开手。对，看破开手，伊第二任敢若4当尔，伊个想要讲，做一个伟大的总统，因为伊的偶像是雷根总统，伊想要做一个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之一。哎呀，不要讲笑话。会晓食麦当劳，但是因为这时间的问题，你看，伊讲24小时100天，伊互家己一个时间的限制，时间限制就互迄个普丁第一甲算。第一就讲我提一个足悬的条件，你若无法度做到这，我就无爱甲你谈，即摆就是讲谈判本来就是较长的过程，大家慢慢谈，慢慢妥协，你让我让，安尼就会使。毋过，伊得到啥物利益？第一个，就对普丁来讲，第一个就是讲，我即马占领的土地都爱算我的，克里米亚嘛爱算我的，这是上基本的。像你嘴的肉佫吐出来。对，当然伊袂甲吐出来，一定讲这是我的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乌克兰你袂使加入北约。第三个就是讲，主权的问题，这条件足悬的。乌克兰会使提啥物条件？无法度啊！伊美国叫你讲做啥就做啥，伊讲无上少你嘛爱保障我的安全，安怎保障？就是讲北约国家，互你加入北约，伊讲惊着讲30几个北约国家会使做伙来对付俄罗斯。毋过这俄罗斯的条件你无法度加入，美国嘛无同意。后来就讲好啊，无你英国、法国，无就联合国安理会，无就美国派部队来保障我的安全。即摆川普搁咧考虑所以即摆大概是足难达成这啦。毋过咱知影你讲到这雅尔达体系，雅尔达密约，还是讲3个大的国家就决定2次大战以后的格局。毋过伫即个所在，毋那是全世界的格局。第一个就是欧洲的格局，欧洲的格局讲乌克兰后摆要安怎，伊的地位东欧北约国家要安怎，这一个尔。毋过咱知影。乌克兰这个所在只是川普一旗的一部分尔，伊重点伫印太伫中国所以即摆普丁就看到这讲，好，你想讲甲我应付，你要专心对付中国，我就用这，我甲你应付，我就无爱解决这个问题。佮随着打电话互习近平。对啊，就是讲我就无互你解决，互你互甲中国伫遐不交下，我会较渔翁得利。也是你之人。你看，甚至讲。普丁拍电话给迄个习近平讲，咱的俄中同盟是袂改变，毋过这2个国家嘛有伊家己的矛盾，所以即马川普想要利用俄罗斯跟中国的矛盾得到利益，毋过无遐简单啦，连完2个老人可能会做伙甲创治川普，迄个上歹结果。